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请继续收听由已故著名评弹演员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50回。那日方书写的历日大聚会啊，后门谁知当人，因为想让第11岁。那么现在辰光个老太太啊，但是没有个老男人，这里甚至个老屋头，这个辰光起啊，等到给到新房里向嘛，也不少个闲话对啊，为了哭，夫人。老相公，此间新房中不是讲话的熟人，我们到房厅上再做道理。哎，在房厅上去有啥用场呢？最想代代最出这样，你也为我取消。哎，那种阿像王凤极品的夫人，话我为你取向，是啊为你取向。我来了就规则4个动儿，是新房里向的么子少让和挪得来神归牛吃。想让第11岁啊，这个岁18了啦，别去刮他哩。唯一的合作呢，我来了规则天天别吃烟，让你到第5子了拿去挪他。一规则么个被动儿往是的水中，我一边个。来夫妻大致我的10大房厅收听，来想起啊，来高兴了，晚安嘛有那红豆是啊红豆，根本我那里想是干嘛啊糊豆腐呢？我福利不糊豆，因为啊当8后啊不是服侍我，那书房里向服侍我2个儿子的呀。觉得你让我身边啊，昨天把我看出来了。想2个儿子嘛，不长起，谁是个多嘴啊？终于的魔家露出来，你都会得不晓得。一定2个多嘴啊，咋晓得？海里都来门里都去。丞相，哎，谁呀？快到书房，叫2位公子到来接我。啊，是这，一看我丞相出去，我来一来浪想，一个人家个家园没实力发通，2个儿子嘛多的，2房心目他的真好大一大。到媳妇负责人心大入，我们家会好。二媳妇是守主人，张伟处的农些叫张树人守主的谁女啊？你个兄弟是张林张梦金啊！想这个张伟处啊，但我清高，你个福气比我来得好。哪来你农也是好，谁女？儿子也是好，张林张梦金还是谁子，而且的你离得个内日也好，内日啥人呢？守住赫赫于民，主我家谁子一帮家女当8后。哎呦，老想不对了，你怎么啊？想当8后当我儿媳妇啊，你都是表兄妹。还是内的当然了，给他做书动3个半年了，一个心目想叫我都不晓得个。哼，明明里头兄妹串通，做容易了夫妻，实在当你老实的。哦哟，老相公，你何故是此地动怒？夫人，老夫正想着了。想着什么？我想当年，与儿姨在那兄妹相称。是啊，每到当年谁次给着滴谁下次，儿姨在真不寂寞。明明他们兄妹出同，捉弄我们老夫夫，
这个嘛，那他也不单对个呀。我一个桩事体跟我分享了我，想想你媳妇呢也有点子呀。况且当把我来自至于在路浪下来见那个，你告知讲哎，让我非浪下分享起些。哎呀呀，蓝相公啊，是啊，一定他们兄妹粗通，捉弄我们来福哦。对，害你媳妇来，我大爷来质问你。刚才东乡是你到西路浪下去听你娘娘的房厅浪下来，东乡是到西路浪下去。我西个的书房里向两个独头。李多是独头多呢，分享得出这样一桩事迹了。阿东呢，昨日子打是哦哟，到秋香中天嘛，里到一起写，什么屋子嘛破高布，不了高处一黑嘛，到五道头到书房里所要的里面下衣，一股子吃一桌醉食啊，吃外里多做，吃这一次嘛，加上喷了10桌的哟。把那个阿姨呢所要的嘛里的药费分出地上，不能高处别到流浪下去困。今着阿姨老早就起来到书房里拿个老兄别把你们一顿三碗可个个呀。恭喜啦，书房里弟兄两个的拉到聚商量。哎，叶冲啊，老的呀。哎，真心越想越有着。熬越想越气。哎，那吹想到有阳光女神公子夫妻照，我知啊。哪里能跟那阳光女想不着着？要想中要想哪里？那么叶冲啊，你还有啥个法子？还有啥个技巧？法子没有，我不忙倒说戏了。毛包披上就来要啥里？衣服也多，披上少年吃毛着而已。叶冲啊，那不得有的害怕起来有啥个法子？哎，现在有的娘包中间也在希望下也的，他们有钱嘛，一直有的萝卜豆。都要希望门不如意，他们连要出门也要希望门更新。他们有钱嘛，那谁家人那啥，那些钱都说你家，他们一直要去听地家，这一朝一吹，萝卜到萝一擦一刀下去。他们有戏他这么吹下这不上场要为人民个，他们要从哪边不想你？多少钱的啊，现在要为人民。当保护人块的罪，假使不罪嘛，心里也气特在。真想这带进来的，打在里向一看嘛，对面两个独立不知道不吃光地上嘛。哎呀，都要你呀！陈香呀，想说啊，豆豆的从我吹动思想不分当个谁叫想说？你的这，都要你呀！你来做啥？小弟在给他来说为别个事体呀，你刚分昨天啥事体？你都会分享的啦？啥的？哎呀，出子事体个子呀！那啥我死特啦！不是光啥死特我难说出事。没在城墙两下光吵个几天，你都分享的个？说你知道腰里向，我打子吹响，咱就听得这样。从没有老弟妹不要说话。哎呀，西跑的，有的吹响在吹响，咱吹响光你不是光你啊？这倒说不是好东西呀！怎么样子呀？你咋写的？我儿子啥人？不，没得你不晓得吧？啥人叫？这是本人呀。啥人？谁是手最大？我屋里像个当把虎呀！为你吹响这里三三旅行了，谁讲的哪个呀？说你是打腰里向走子听，你要带嘴他个呀！叶冲啊！西跑的又不是本人了，谁这个亲主吧？是那个表舅吧？手最大我的当把虎是你老的个表舅。手最大屋里个当后。大虎的当把虎。大屋里个当后。这几家头名几个我一天就哟，那么陈家你有啥事体啊？做啥？小弟真是想要出名，见着两个的气。你去外方你掉了呗，你立刻就来。
家里都离了不比谁帮死鱼哦。是的，拿不一个想出来，要紧对，去维护去。叶冲啊，老弟呀，大你请啊，请啊！哎，那是准备讲个噻，请啊，这个听，这个听。两栋白户，一个楼沟了，一个儿子，望着王天郎下来，打到王天郎估计楼阳高啥个楼手紧着等当飞不好上的呀。叶冲啊。也上个铺的呀，当被他打你了王的。哦，那个妹妹呢？哎呦，哇塞，够你拿到！别从到你进去啊！那是龙沟看得不像知道个声音啊！我来了，像个两栋白户，我都越看越垃圾，总是来抢啊！最像个椅子。这手风可见里头，调调呀，妹妹长的，你自己调调妹妹啊，调了没了，让了你姐调了没？大郎二郎，七八的调，七个调，快记得了哈。你们空记下我爱与崔相，所以到能了。调调，你自然的晓得都在你晓得个哟哎，啥晓得个人？你们空记下我爱是哪个？这叫是你不晓得？哦哟，调调你是跑的，你哪这样蘑菇叫哈？你既然这晓得的哇，有么不日本人哇是爱在的边啊对哇，想去大风的当不死哟。是你老的个表句少句道理个大好，你晓得个要调你说西西我西人啊，喂不晓得哟。哎，你只嘛又要西西我西人家啊！我把你们两个都的既然讥笑他日当言当不好，后不早是为奉讥笑，到时间来讲明。衙内，请加法备，将他们从容这道。哎，舅舅妹妹姐，哦，舅舅你妹妹姐看舅舅，你那比起这个菜嘛包不对呀，因为我们还顾着啊。你阳光，哎，你是老花丞相，你好不对呀？不就是你不晓得的哟，老花晓得。要你说一人的终伤力强。这是我骂他以后，你都要讲悄晓得个嘞，我当子里都晓得是上有在。哎，想想多的呀，搬到五洲的，为是等新妇来了，来门里好了。东乡到西里廊下去请个姨娘娘，姨娘娘跟着老老早早就起来。一人到东吕廊下去各自大娘娘，一道到房厅上请安了。从前是大人搞规矩教规度啊，一日两个请这，后来请幺。姨娘娘们有心各自大娘娘，一道到房厅上请安。里多个保姆那里呀，三个嫡亲姊妹这样真来得个识得的几声也好。大家到一个屋里，姨娘娘到县城，大娘娘到营卫，谁家北龙里向了让狗来嘛，霹雳一般那是东乡。哟，两位娘娘，呀的，你不但没在，你咋晓得说压力我到秋香带走这个是呀？哦，大娘娘一听嘛。上次童儿他已经得罪这个人，大娘娘听进心里别一天，啊，表兄上你实在为的得罪个，不趁我做事了。想想表兄啊，你没得罪者，叫我拿办法讲你，所以心里想别都是那天，
回过头来对小春妈妈拿办法。小春对你看看，今年度娘娘你放心，得罪没得罪好了，不晓得哩。况且我等你来再商量还在。他是想要他家门没远，我可以讲，对你妈妈非值得个，娘娘方是定不定的。两位娘娘，俺是带个多少人来？是哪个啊？手在大河里的大白虎呀，为子亲想把你小子生下了带给他来个呀。老娘娘叫说手在大河里的大白虎啊。娘娘想来解释，等我来再写个字。不过娘娘相当厉害，三足一什么面孔上像不露声色。请两位娘娘放听那去吧。妹子亲，妹子亲，吃到房听了一口，好要紧着阿公阿婆杀个肉身，这两个大头也立好了老棒子呀，上来。公公婆婆虽然媳妇见公公婆婆。是啊，公公婆婆虽然媳妇去见我。啊，一在罢了。哎呀呀，一在起来。都是公公婆婆。是公公婆婆。立起来么？可你都立了我水里向。发现这个大的是东国之山。可以啊，今朝你第五少个标记的啦。我周伯伯可是有点巨怪，规矩就说你低的是个巨怪的。一定要走巨怪了把你操作了。最高嘞，弟夫周伯伯个烂巨怪哦，唱入了雨里走。娘娘洗脚写出来呀，可总是抢也难看些啊。可是我也当你为里管呀，大哥不给弄家呗。不要客气哦，弟夫来进来别气的啦。呀，对呀。你要从娘毛中接到去啊一把，如今你高起你碰别起，你来得像一代的啊！哎呦，你来得你高起不愿意，而且一打太太也愿意不？这一为一，啥不为一，气与自己激动放弃，这么强气！这说按你自己过来，吵啊吵！老娘娘也好得了呀，一看啥事体讲。啥个说看我眉毛又是眼睛来讲我手凶了叔叔，你这狗钱你疯也是一块说是我人物让你哄我怎么讲面孔长得凶猛呀吹，你不该将爱这兄长们戏，爱这风声叉放个屁！我的呀，记着了武松杀死别到我武洞了！为什么到底又在来了？到个武洞浪子。现在个你到底嘛，你是看个戏了，于是把我里向做当戏了，他们已经看见武松杀手嘛，你就说看家手不要做武松的呀，要受得了了。老娘娘是真的这个对面孔长得凶凶的，来了是去动手人不少我说你对准这个你媳妇来让看也可里呀，你不做事。我只别人你虚心的了，要慌着了，把这个面孔嘛觉得相会时起一个面孔长得凶凶，你身世不同，一个理业家事，到比你的龌龊而已在公公口记下外趋向，所谓道腾了。这个娘娘又把面对没发得，今朝叫我来一定是问我个桩事体。现在辰光阿公阿问我哪回答呢？
我这当不晓得。啊，公公，怎么是话儿如初夏，等等了？难道你再见不寂寞？媳妇不知。哦，不知。是啊，两话儿这公居奴在。公公如此父爱于他，令他身为不足，上要为于他堕落花中，他为也私自的罪，真是不讲的理的了。你那做戏啊？啊，这角色的戏得蛮像嘞，我不讲道理了。呵呵，这个。哈哈，你口记下，我爱是哪个？我爱嘛，天生乃是康秀。康秀是哪个？康秀嘛，这是我爱。已在你家做起了。哼，难道是你表兄当年？但不好，你竟不认识他，明明你们兄妹串通，捉了我们老夫妇，岂有此理？是啊，义在，明明你们兄妹串通，捉了我们老夫妇，你为不会是讲这个嘛？哦哟！娘想你这两高的厉害个，老夫妻双东上吃来我，可是多病，我据我来这在想海了你这，娘做得来这个像样。哎，公公不，不要受此的痛恼，对师傅隔壁讲啊。公公婆婆啦，听西闹，我来听。我呢，刚才给他嘞，贵人走棋子一道，分走棋，但是给他嘞年数没多少，分走棋些，别兄啊，不认得人。哦，你这个话也骗少年们相信呢，骗多男人。我问你子了，骗多头。哎呀得了，我们相信个骗我呢，我不多个。哎，我养个儿子嘛多头了，我不是懒多头。哪会得相信？随顺到边兄妹从小总会青梅竹马，总会得那个呢，不比那男的朋友。一方的今朝我打个朋友啊，这个朋友教是给个朋友抽筋抽棒的，能者同生分手在，那么写出个纪念呀，做什么人这个？
这就几年打的嘛，你为哦，当然反对不认得。高兴到兄妹手手别个从先总归是一代，别是刚才的商年，刚才10几年都总归认得个，哪会得不认得？有那个种披萨呢？现在公公是哪里我来？是来到你们兄妹送在敌人开机，竟不认识了。明明你将归我红皮老夫。这个真是的。哎呦，你别吃来我认得个，根本没哈，不许等对不来吃吃。啊，公公，想公公一生是奴家别兄弟。对呀。哎呀呀，想公公嘴里说的，口称一双红墨。对吧？口称一双红墨是啊。呀，公公啦。你啥子事被我家兄梦之中想媳妇三把手头两节初一怒手人才争气回避心可是啊这个哎呦这几门生就当得这笨蛋一起和后头先学过来那了你阿公们嘴里热闹一双红墨啊两人对你表兄上次把你表兄谋够的了叫你女流之辈3把手头2节初一一进了中门之内不到中门外头来哪会得晓得呢你也不晓得叫你们得晓得那也他位于错的那地么子地不疼对一之于理必在中门之内搜搜远翠不知为你的心人是待日你表兄去夜8月10岁每身到我府中到你西里上接你去头脸上难道你看不知他是你表兄男人这个我预备好的我晓得你哥哥有举备衙门的了到里浪来进那个你看见哪不认得了我以后回答你公公啊哎呀在这世里身体因为这里龙上飞比分明我是你不高兴了啊风个13日啊在西里拉下见我客头脸上各自里子相见了你规矩到各里相见分口清爽好为达得上为错的各里相见被人看得清楚是难道结果一次么难道医院被人看结果他一嘛结果的结果的日常相见弄开他是表兄不后人
啊，可恭喜个了，可你这面孔思想表兄当不好，既然你看他想将你表兄当年，你何不当面不问他？公公，奴意要将他来不分。伶牙如此，实际神香啊！我可是估计，想不想当帮？我也想部门里啊，个你阿公中晓得个男女与会，个那个你直播呀，还有啥年纪轻轻的娘娘们去打年纪轻轻个市东西广场，为了别人看见不要得去，没遇到你的黑我。对呀，男女与会之不分。是。看他想让你表兄，不能不问他。你就应该告诉你家婆婆绩效，他想让你的表兄当年，老夫也可以不问他啊。是啊，姨子啊，你为什么不来感受于我？这个，哎呀，这举得问题长官，那么样是这个。在这俺表气不里都别杀出来，根本的哈，被我当多哭。我现在打工力气一颗里就好给。哎呀，公公啊！哎，花公分起来找夸人啊！高低上去，哎呦，哎呦。去呀家奴子，别兄他进家门，必定遇来人，奴遇不是送终。神那是你啊，不出事谁不管？要我结婚了，历经衙门，总归于来了。你1分钟中人，1分钟8人，说起来我1分钟中人，1分钟8人。你进来总归于中北马生旅客进来，不管理事官。哎呀，这刚说起来，我葱花子里在那个。当8后马生旅客进来，北要有中人了8人了，500中北还进来，啥人做个中北？想到在门上人个黄金个石牌吧，看门来了。你呢做个中北哇，一人之力，大理想来告诉我们啥个情况了？叫康熙了哈，你都要么叫康老三了。那个大王金嘛，结巴弟兄了，是那个阿日了，来了像那个头名王这样西瓜的当帮个要打的八弟兄啊啊！夫人，来相公，最算是你聪慧了，一贼了。哦，那心目中怪客气的了，再这个也去别离啊，你哭得不得了，不好。这是王金这个中北里是。门上人王金的不好，一定他得了当年的慧眼来捉弄老夫。是啊，这必须哦。丞相，一定啊！快到外地去王金这个奴才，离别来见我。门房给这个王金为分晓得了。相府里向个百人统统谁晓得个桩事体啊？王金为不晓得，讲人上你讲哎，王金有个阿哥叫王金也晓得个桩事体，不去告诉兄弟。算了，
吓得兄弟呀，去年我受得处理啊，别上当啊！要别这个妈妈三三猴子弄你进来，走啥个中北？你到弄我阿公马玉了，发挥内啥？你那种人王八蛋为磨三门，你在娘内吃点口的，贵州一种弟兄都表起个手里，咱来王金问下的。今朝王金是老早起来呀，看下你儿子新衣裳，身边看下子银子，啥事体呢？一个生意子实心无取向，出来呀，当我看头几里问我几米的呀，不理到了，哎呀，你恶心啊！那这两个小叔叔，我这个侄儿是很好啊。春夏家家实在门房给，一看我哟，刚是因为让废了呀。王爸爸，哎，叫王爸爸，搿你们难听这个，你反正托我事体，托人托着王爸爸为啥子？哎，丞相妹子干什么事？哎呀，王金爸爸，我来恭喜你了，恭喜你个呀！哎呀，好的。哎，你是福气真好，那个阿叔是给的实力我这个侄儿是吧？哎，那个实心面孔也是标致，你这两高的真吓人呢，真是好。是啊，对你没哈的。我这个侄儿很有良心的人呢。是的呀，哎，那是真正是有点叽里叽叽的。是的，你是来张飞的人啊？你到来干什么事呢？那是，让我来听你去呀。哦，想一请我到里边去。哎，请你去。请我？哎。我这个侄儿在哪一块呢？那里想呀。哦。哎，请你去，自己要跟你商量嘞。哦。想要跟你商量。晓得了。王金一想，哎呀，我你是庸人，只念这一好了过了手不请的，说了想要也请我进去呢。刚配就刚你队长，晓得了。想要不然也弄我个20也够放中儿子的，我就听见这样说。大要我个生意子实心妇啊，让房厅上想要他的小恩嘛，就想要看看呼吸的我个20不得了，要人离儿子在，人没不过人。也记得为我找跟哪里了喂？门上你个阿叔了啷了啊？那么你怕我磨皮了，想要也请我进去嘛，当我商量。因为么黄金啊，那个阿叔嘛，我要人儿子在，那条路嘛挖肚子吧，我们不点人子不呢？那个阿叔起小子吧。黄金想可是我不肯个，我人子马得到，是啦？要么你让我送一个姑。你背个锅帮我走嘛，我还是鸡命不呢，出鸡儿子了啊！你要想做锅，为不是种口罩锅了，马桶锅了。刚配就刚你的，好，里边去就是了。那个我听了，领导里房厅跟随，你给他理一理。好。丞相小姐他在里向，哎呀，皇帝收的。收他利弊来见我。啊，是的。哎，皇帝啊，就要收你的来见。这个，哎呀，想不对了，你知道吗？方在请狗血的手，不对，也把苗头了。王金龙目里笑开一眼，往里向张进去一看，没眼看了。想要他当背什好了，面孔必备，两个大队，两位娘娘，谁理好了啦？谁是面孔两样？所以我个生意子实心我发了了，啥事情我晓得的。嘿，想要你狠，你吃光我阿叔了，大要弄我个阿叔们就人子儿子在，高台你都没补了，你想起补了，不帮我见面子，也吃光我阿叔了，把的威胁出来嘛，吓退我也吓得退啊，这个吓不退的，你想想，努力杀小打进来。这个相爷、太夫人、两位少爷、两位娘娘在让王金去喽。别人再不开口，老的很伤。王金是相爷，红旗问你，我爱死你哪个？儿子，也
吃光我阿叔是吧？你要晓得是个阿叔，快别相依，坏是我的侄儿，是我的侄儿，我也侄儿啊侄儿。当真是你的侄儿，当真是我的侄儿。他是姓康，叫康熙，他的老子叫康老三，又是结拜弟兄。哦哟，我也康老三了啊！哪把你说出来啊？但你唔知的，是你的事儿，会让谁谁？哦，这个局长的啊，啥子可以讲局长？那么王静啊，马过来的局长的事，二提妇儿过来，晓得的。想要晓得我硬功，不吃的吃硬功，那我你懂得了。哎，你什么？咱得我商量嘛。好，你都你你都是吧？高子打得来得个好，老老很伤，但真是你的事儿。老去咋走水几片子，到你抢一记耳光，当给学长，一记耳光也学长，你就骗了你那个姐姐老家么王家儿，一个废气跟都娘你肉体嘛，扣得你份太不好了。有件背起来举了香园门的，哎不好了，总有金相一开人呐，他不动呀，开恩女啊是个，大家会做出自己来看我了。那像开恩，丞相啊，将王进带到为你家法堂上，林东儿将他捆绑，问他得了外东少回人，倘若他不讲明白，将他从容这道。啊，是的，还上去。哎呀，我没有这大的。哎，我别说话的记住啊，都想滴嘴巴啊。王进跟这个丞相出来，说到高发堂那个被弟兄都谁了？高发堂了，丞相这叫什么？丞相这。哎呀，俺都不晓得啥子了。啊呀，他要怪在叫我努力打的那个呀，你都努力打起来啊，能力。但做就会人，讲出来嘛保护，不讲出来没看理，啊晓得？哦，好个。那么王金爸爸，你俺虽然叫他不对的，没对的，你是告诉这样的，这个你要这样要知名了。2十岁，来，好，王金想随便吧，周正平日上一给2十岁费高兴。哎，你是这样的了，一个东儿过来努力磨着忙着你去了。哎呀，王金爸爸，来得知公名字。什么？一帮高女来哟！来，不是一帮高女。为个东儿弄木人弄关弄那个炸棒了啊！王金爸爸那还是2帮吃身子黄麻袋呀！啊，这是。来带快递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本子弄哈里。当然是俺们弄得不起下子了，哎。我就回人。快递讲，哎。我没有得他的回应啊。我也分得来刚才啊，现在。你也晓得桩事体啊？你个阿爸有良心啊？哎，你也晓得了。哎。你20代你也有良心。我这个侄儿是很好啊。我也很了。哎。得了大嘴吃的在。怎么？这骂了也没他骂。他就逃走了。哎，他就。哎呦，不好了，这个王八蛋！咦，他就害我了啊！带了多少东西去的？你别急，没事一点也分到。到一个人。哎呀，不好了，带哪一个？丞相不离到得起来。哎，不好了，他害我了，这个王八蛋呀！哎，我们呢？哎。你到第2年生日子了，唉，你为啥子的是吧？来这是你不看呢？他是去年8月13，我在门房中洗脸呢，听到外边滴滴扣扣，我到外边去观看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了喂，我问他为什么滴扣，他要请端姐要死了，我说你不要死，我二胎一给你2吊钱，你好好回去吧，他也不要了，我说那我二胎一给你20两银子，你回去就是小妹妹，他也不要，他也要死。我说你这个黄八蛋怎么也要死，那么也要死，怎么不死了呢？怎么你哪是你？他说我请有卖身到此。我说你去找一个亲戚做一个中报啊。对吧？他说没有什么亲戚，他与我说了，他说我认亲戚们认了你一手好不好呢？你是讲道理。我拿了20两银子中报费呀。
哦。哎呀，这个王八蛋他真害我了。哎，王金伯伯，看你可难了哦，你有往你长大现在为分晓得嘞。是吧？你还得你少年了？他是康熙。为康熙了，为康得了嘞，你真好了不？你不是本人啊？是哪一个？是守最大火屋里向的当不好哟。什么？为此吹响打你三三绿林，再给打你发吹响大嘴的当不好。哇呀，不好了！你们这位王八蛋，你们这位王八蛋！你不要拿高不打天子磨三门家。上了王进去磨里多呢，你到这地声呀，让我绑起来，辰光你说你是当不好。这废话我不说噻，让多看。你叫他非要考上我，你可以气。我哪怕背呀也背得手举起，我去寻找当不好了。哎，我说2年的也说的了啊，我考的啥呀？我说不考我这俩也没了。我带你松绑，丞相的海浪听，韦德房听了，那个废话，王金之里的废话说不来了听。我来了晓得这个钢配啊上当来，当不好就丢了哈，有病。一来那个心思呢，无所谓。我府里个ord队啊，这有面子。那了，我府里个ord队好得了，当不好一帮个家牛啊，新牛维持那个ord队了，等来打种农人。你讲我写起封信来收集去了，一封信写不身上的来父子，家里滚滚多个学生子啊，还不说一帮个家牛的，我府里来新牛的，要我们啊在那里。说你我三次进来我得带药物，为下一封信嘛，下不了清高张为处，也下封信不里面滚滚多个内日，实力真正火力强啊！你要他发出内的为家提进他，不让新牛到我府里下来为个ord定。为下一封信嘛，下不做主塞了，本证明默默里头。都好，到给他来，我带军到了干嘛的适当把我们破了，我举动你，当我想不到我举动，没还呀？再下一封信嘛，下不了当不好，还要这他里那个人说你是个火力强个合作派，有来了嘛，别给我下他几封信了，旁边来他你，哎，想我吹响不着光子。吹响是我最欢喜的嘞，我随便那一件男女人当我去笼里走来的。哎呀，来相公啊，你要为我的吹响。吹响也不是身边个五香的了，我俩也不能为。这个太抓住那个到手伸出来，老他们来走他了。夫人开口为你吹响，闭口为你吹响。来到老夫王宫收去将去向，谁给到此口好么？是的，好啊！那位我是将贼刀收去欧龙香，